大家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講一個咧關於歐洲嘅移民問題嘅。最近咧我就喺社交媒體裏邊都見到唔少咧關於咧丹麥嘅移民或者係難民嘅政策，特別咧係想咧鼓勵啦，甚至可以話叫強迫佢哋咧融入咧丹麥社會嘅所謂真正融入。例如咧就申請永久居留咧，必須要通過丹麥語啦，同埋丹麥社會嘅價值測試。咁呢啲好多國家咧都會有嘅，亦都增加咗好多工作嘅同埋居住嘅年限嘅條件。針對咧伊斯蘭教徒嘅，禁止佢哋喺公共場所裏邊咧佩戴全臉式嘅遮蓋，即係一般我哋所講嘅面紗嚇。針對咧，同時咧亦都更加嚴苛咁樣甄別難民嘅身份，更加多嘅理由咧係遣返難民嘅。咁呢個做法嘅理據咧，就係話丹麥作為一個高福利嘅社會咧，唔能夠接受太多嘅難民同埋移民，所以要阻嚇佢哋咧湧入丹麥。長期居留嘅移民咧，亦都有責任咧要融入社會。有一點咧值得注意嘅就係丹麥嘅現任首相啊 Mette Frederiksen 咧，佢係屬於社會民主黨嘅，即係傳統我哋叫做中間偏左嘅政黨咧。即係而家佢嘅政府亦都係個聯合政府啊，包括中間派嘅自由黨同埋溫和派。嚴格嚟講咧，佢呢個政黨咧就唔算係一個右翼嘅政黨，但係咧佢哋仍然咧都推出好多限制移民難民嘅政策。喺眾多嘅政策裏邊咧，有一項咧係特別受到爭議嘅，嗰個名叫做咧貧民窟一籃子計劃 （Ghetto Packages）。為咗防止咧不斷增加嘅外來人口咧，可能會造成咧一種叫做平衡社會嘅現象，即係話咧喺主流嘅丹麥社會以外，有一個咧同佢區隔嘅一個社會嘅出現，所以咧就需要嚴格咁樣控制移民嘅數目，降低咧非西方血統嘅人口喺地方社區裏邊嘅比例。具體嘅做法咧就係凡係任何嘅社區符合以下4項指標裏邊嘅2項，呢個地區咧就會被認定為貧民窟，需要處理。呢4項包括係咩咧？就係第一，超過半數人口咧係非西方嘅移民；第二咧就係擁有40% 以上嘅失業人口；第三就係39到50歲之間嘅人裏邊咧有超過60%嘅居民咧係冇受過高中教育；第四咧就係犯罪率超過全國平均水準嘅3倍，最後一項咧就係居民嘅總收入咧係比全國平均嘅水準係低 55%。咁認定咗係貧民窟之後咧，政府就可以採取各種嘅措施，降低呢個非西方人口嘅比例，包括咧強行遷走呢啲人。偏向右翼嘅人咧，就當然認為咧呢啲做法係好合理啦。甚至咧認為咧呢啲政策得到一啲中間甚至中間偏左嘅政黨嘅支持咧，係一種勝利嚟嘅。但係呢都有一啲人咧就認為咧，就呢啲政策咧唔單止係即係道德上係唔應該係一種歧視對種族同埋階級嘅歧視，亦都認為咧佢對於去扭轉而家歐洲嘅狀況嘅問題咧係於事無補嘅。有一個同德國社民黨有關嘅基金啦，叫做 Fredrik Ebert， 佢哋咧就喺北歐有一個研究嘅機構嘅。喺今年年初咧，佢出版咗一本書，個名咧叫做 New Danish Paradigm on Asylum and Integration Effects and Challenges。呢本係一本研究嘅論文集嚟嘅。咁喺呢本書裏邊咧，佢嘅編者同作者咧，又由兩個我認為比較溫和嘅問題出發而唔係開頭咧就已經去否定呢啲政策嘅。第一個咧就係佢就問丹麥嘅模式究竟係咪能夠做到控制難民申請嘅數目嘅減少，係咪能夠減少咧呢個需要遣返嘅難民呢？第二就係呢啲政策係咪能夠減弱咗極右政黨嘅勢力呢？係咪反過嚟增加中間偏左或者偏右嘅主流政黨嘅勢力呢？咁樣就第一個問題咧，有研究咧就指出咧，丹麥政府經常撤回難民嘅
申請嘅保護，但係咧就冇減少到申請庇護嘅人嘅數目喎。點解咧？因為難民選擇咧某一個國家，例如丹麥啦，作為目的地咧，好大程度上係取決於佢哋究竟喺當地有冇社會網絡，即係有冇啲以前都去咗丹麥嘅一啲嘅親戚嘅朋友啦，而並唔係咧政府嘅難民或者移民政策係寬或者係緊嘅，而且咧要遣返一啲已經留咗喺丹麥一段時間嘅難民咧，當局要揾翻佢出嚟咧，其實係唔係咁容易嘅。所以丹麥政府嘅新政策咧，其實冇令到咧移民同埋難民嘅數目減少，只係令到佢哋咧處於一個更大嘅不安同埋不確定嘅狀態。第二個問題啊，就關乎於究竟係咪呢一種做法咧，可以令到一啲中間嘅政黨咧嘅勢力係會上升咧咁樣。嗱，雖然咧極右嘅反移民政策同埋佢嘅訴求咧係得到所謂主流化，就有啲中間派咧都支持呢啲政策，但係咧就冇令到咧中間派嘅政黨咧得到更加多嘅選票喎。例如啦，右轉嘅社會民主黨喺2024年即係舊年嘅大選裏邊咧，得到嘅選票嘅支持率咧係歷來咧係最少嘅。反過嚟咧，都令到咧極右政黨嘅發展咧變得更加嘅蓬勃。